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呢個發展商啊，呢間107平方嘅4房，佢竟然送咗20個平方米俾到你啊！入門口嘅入戶花園，同埋呢個書房，同埋書房出面嘅呢個露台啊，都係送俾你嘅。到呢度為止，已經去到10幾個平方米啦。再入嚟睇下，107個平方啊，呢個開間都有足足去到4米。呢個廚房就有啲奇怪啦，但係佢都係明窗嘅設計，都係 OK 嘅，所見即所得。13000幾嘅單價就可以攞低呢一個珠海最大嘅華發上到1個紅綠燈嘅距離呢一套豪中4房啊！而且呢個露台又係贈送俾你嘅喎，真係非常之誇張啊！睇住園林景觀，以及呢個小區有3個籃球場、4個羽毛球場同埋1個網球場啊！中意運動嘅朋友啊，喺呢個小區生活真係足不出戶就係享受到各種嘅球場，非常方便。間房間都係非常之闊落，方方正正，以及通風採光都係冇問題嘅。呢個老前方嘅裝修風格，我真係越睇越中意。主人房啦，都係唔使講啦，非常闊落啊！擺低一張 king size 嘅床，仲可以做到3邊6嘅床位，而且佢係現樓即買即住即交樓，完全冇啲爛尾嘅風險啊！一個紅綠燈嘅距離就可以去到珠海最大嘅南平華發商道啊！以及樓下都有業主嘅巴士可以返到香港荃灣太子尖沙咀以及拱北口岸嘅，去到香港。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都係有直通巴士嘅，1個鐘1班啊，非常方便。咁想嚟珠海投資度假養老嘅朋友預算又唔係非常之高，咁呢個樓盤就值得你過嚟睇一睇啦。以及物業啊，周圍嘅交通啊，配套都係非常之成熟噶啦。咁興趣嘅朋友評論區3條路，我係小雅 ，follow me 帶你揾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